今日带观众朋友来看，新地有一支妈妈组成的台语社团，因带囡仔去产业，佮找农民用台语来消解食物佮生态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无用杀草剂，无用肥料的，哦，无洗药啊，洗药听有吧？洗药啊，就是农药啦。北部的人讲蛇药啊，下港的人讲洗药啊。用专业的台语进行果子园观光导览，为着推广台语，这阵妈妈带囡仔来到新德县两桥社区，哪菜沙桥，哪学台语，囡仔拢生甲足欢喜。爱等伊较大汉才会当做。啊，你敢才好耍嘛？好耍。接受无共款的代志，对囡仔的发展拢是好的，所以有这种有团体来斗相共，办这种活动，有闲咱就来参加。即马足久无讲台语，啊去外口读书嘛，拢无用到台语。佮10几年无用台语，啊，袂啥会晓讲，想讲带囡仔出来做伙佚佗，哪佚佗哪学台语安尼。除了芒果，可以当现场加果食。农民讲，虽然在地大部分以客家族群为主，啊，毋过用这款哪佚佗哪学台语的方式，会使互囡仔更加了解做事的过程。除了很细汉时，互因知影讲田的种植内底是啥物过程，采收啥物过程。啊，我用台湾话来甲因讲的时阵，会当互伊有一个足深的记忆安尼。用台语的方式介绍，啊，互囡仔咧大自然安尼实在路行这种山桥这种植物。有耍，啊，阁有使熟悉物件，安尼会使学较紧的。这社团的初衷是希望透过上自然的方式，互囡仔自细汉起就会晓讲阿公阿嬷甲爸母所使用的语言，唔通甲不予学习的功课，拢等候学校老师来执行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